2個月至3個月度咯，睡眠開始好好啦，我瞓到有6至7個鐘啦，都好快瞓得着，就唔會話好似以前咁碌嚟碌去都瞓唔着。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營養學家 JS 呢個 channel。高興咧，今日邀請咗一位畢業嘅朋友仔啦，李生去同我哋分享下受緊失眠、腸胃嘅問題、皮膚嘅問題咧，之前一路都困擾住佢。之前就有食過啲褪黑激素啦，有試過一啲中藥啦、中醫，最初有效果嘅。咁但係食下嗰啲褪黑激素咧就冇用咯。驗血嗰份報告就話我就缺乏咗啲嘅維他命啊、鎂啊，即係一日瞓到，一日瞓唔到。咁瞓唔到嗰一日咧，咁就差唔多做唔到嘢。咁到依家你完咗6個月，再maintain咗6個月，都仲 keep 到瞓覺，冇問題，都係瞓到7個鐘左右。都係用翻啲科學方法揾出個原因最緊要咯。然後針對性咁樣去處理身體嘅問題。